世界万项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仔日节目，我是赵博云阿兔啊，大家新年快乐！咱咧欢喜庆祝新正，全世界刷 Omicron 变种病毒冇得烧，全世界确诊是直直咧升悬，刷落来为边境入来国内的病例对咧增加。哇，即马果然防疫旅社内底互相感染过来啊！但咱台湾面对什么款的挑战，应该安怎来反应？今日咱做伙来讨论。小介今仔日现场来宾邀请中央研究院生医所兼任研究员何美香老师，何老师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新年快乐。邀请中华民国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应元理事长。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邀请前卫生署长杜胜德署长，署长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咱看到国外 Omicron 变种病毒，和各国染疫人数咧升悬，咱国内最近境外移入病例嘛咧增加，台湾疫情到呾控制是不只啊好，总是咱面对上新的挑战是啥咧？做伙来看指挥中心安怎讲。那今天我们本土病例0，死亡个案0，那境外移入的是25例。哈，就去年12月28号、12月30号公布的案17058及案17099。好，那经过我们疫调之后，哈，我们判定哈这为本土的案例。这样的一个 CT 值的变化，认为在17085的染疫的时间应该相对比较早，是在旅社里面受到感染。欧洲、美国哈，基本上这每周哈，基本上都是垂直的就往上哈，就往上升，上升的速度非常的快哈。在欧美的国家里面，人流大量的移动的哈，病例数的增加是非常的惊人。原来的17058居家隔离者哈，原来就是同住者3人，那3人是阴性，家里的人哈都是阴性。那同楼层的哈有9名哈，那待采2名，那其他7名是阴性，其他楼层的部分哈14名，那待采4名，那现在其余10人采过都是阴性。另外，国内阁出现本土病例，致使幼稚园停课，疫情敢若阁反紧急，咱做伙来看报道。台北市一间防疫旅馆疑似阁发生群聚感染。2个确诊者住伫隔壁间，拢去挖到 Delta， 其中一人按17181是本国籍30多岁男性，已经完成检疫，转到社区，阁要到幼儿园接囡仔。虽然相关接触者初步采检拢是阴性，不过有专家烦恼，幼儿是还未做过疫苗的族群，万一不幸染病，也是有社区传播的风险。幼儿因为没有接种疫苗，当然感染病毒的可能性比较高，但是另外一方面，幼儿的活动力跟大人来讲，它只是局限在家户的范围里面为主哈，所以它接触的范围比较小。另外，这间防疫旅馆直传出群聚事件，有学者认为，防疫旅馆的人员虽然经过训练，不过旅馆不是医疗院所，无论是动线、环境，也是空调等等，拢也是有风险。只要 SOP 的细节无执行周至，就可能出现防疫的空棚。基本上还是不外乎环境跟人2个因素。检疫旅馆里面的通风，它的排风相关的设备是不是只有内循环？那这可能是不行的可能它还是要有对外的循环，能够把空气排出去。学者强调，因应存在检疫专案的实施，防疫旅馆增加的速度紧，不排除部分环境条件无符合规定者，也拢申请做防疫旅馆。建议中央应该要有防疫旅馆的退场机制。另外，考虑最近未少带病入境的确诊个案拢是来自美国，也建议甲美国改列做高风险国家，入境者改到集中检疫所14天，来降低防疫旅馆也是社区传播的风险。记者综合报道。好，咱来看，即马国内疫情最新的发展是有发生防疫旅社群聚感染，致使幼稚园来停课。嘛有出国比赛的选手嘛染到病毒，即马伫欧洲阁出现新的叫做 Flurona 的新的变种的病毒，即马专家呼吁咱就爱赶紧来做第3档的预防线。咱请教署长，即马全国的疫情最新的发展是安怎？好，谢谢。即马这2档来哈，会使讲全世界拢足惊吓啦。是，包括咱台湾吼，
像全世界差不多已经有差不多2亿个人哦，2亿个人感染啦。哇，遮济！啊，敢死亡个500几万个人，是，会使讲，那甲咱这边啊 ，COVID-19 当做第3次世界大战吼，生物战的话，已经超过第2次世界大战的死亡人数啊啦。是。所以这是影全世界足惊吓吼。这欧洲吼，差不多拢一日咯，即马个 Omicron 来吼。所以一日拢说10几万个人感染啦，啊美国吼差不多40到50万啦吼，平均这几天内底拢40万个人感染。啊，当然因为咱台湾是为美国要转来台湾的啦，交台湾关系较密切，所以为美国来啊不加济吼。所以咱的新入来的境外移入的吼，会使讲本来12月初迄阵个位数，啊过来个只有10几个，吼12月初10月拢10几个。啊，这最近拢是20几个啦，所以即马增加，但这无奇怪，因全世界这流行足济嘛。对，即马流行足济吼，除了3亿个人感染的话吼，你若准讲无入来嘛怪怪，一定是有的啦吼。一定会转来台湾。一定对啊，所以一定增加嘛。啊，台湾当然最近是要保持不只好，定拢讲0啦。哦，本土的0，啊死亡也0啦吼，但境外移入愈来愈侪啦吼。但当然开始会惊吓，佮相当惊吓。头拄我讲，啊，这个防疫旅馆吼，最近吼为12月中开始吼，佮发现讲，各地的防疫旅馆发现讲，这个感染的人，啊，这感染的人是毋是伫内底感染的？是毋是若是？但愈看愈来愈成，昨已经。确定讲啊，这可能就是亲戚感染啦。是。啊，那表示讲，这个防疫旅馆，当然你其他要甲困难防疫旅馆，就是讲你莫等去厝里，因为厝里密切接触，啊，较无隔离。啊，防疫旅馆拢应该有隔离，啊，竟然我有感染，所以因为一个有感染，等于讲，我安尼叫防疫旅馆，这有发生一寡会当传染的代志发生，表示做了无够确实啦。是。这个隔离无够确实啦。啊，当然这个隔离无够确实，大家开始紧张啊吼。他都迄个新冠副院长嘛，特别讲这内底空调要足注意。我相信空调当然要注意啦，但是重点我又唔是空调啦。那空调引起的唔是安尼尔啦，就足严重的啦。我想我是接触感染啦吼。啊，这接触感染其实讲蒙来蒙去的啦。啊，用这个Omicron 吼，交这个呼噜就是流感合作会，这2项的吼。感染即马报作下个变弗鲁诺，变弗鲁加上Omicron啦，弗鲁克，你讲但是我感觉讲这是啊哗众取宠，安尼讲的啦。2个感染事实上哦，即马当咧流行流感啊，交这 Omicron 吼，若无2个同时感染，真咧怪怪啦。所以是2种病毒，2种病毒拢感染，这无啥奇怪。这个2种病毒一定同时感染，这个无啥奇怪。咱过去甚至吼含俘虏个会当猪仔的俘虏交人的俘虏同时感染，去产生变种的啊。所以这2项做个感染无啥奇怪。但是你来当做个感染，该注意，这大概我唔是空气的，那空气同时2种也不遐简单。但是若用手摸，简单啊，因为你俘虏的人吼，流感的人去变数。即马Omicron的人，也是讲迄个伊嘛是去变数嘛，你无可能随时消毒嘛。你家己洗了无好，摸面包，摸去摸家己，摸着2遍，摸着2项，这无啥奇怪。所以这个部分大叔唔免特别去讲用一个新名，叫做弗鲁克隆啦吼。这是同时感染，这表示讲你家己用手去摸你的鼻喙、目睭。这个习惯一定要好控制。你若总无好控制吼，你要得3、4种嘛会使啦，毋是讲得2种尔啦吼。所以即马这个规个情形，咱台湾吼，目前就是讲第一外国入来一定较济。第二，这项虽然较济，流行力真大，虽然死亡率较少，但流行率足大。过去咱拢讲R0大概是3啦、4啦，甚至6到4、5，这听讲有人讲到8啦。这Omicron较高传，但较高传毋是讲较危险，就较袂死。第3个讲，因为足高传的，所以伫防疫旅馆你会注意的代志啦，注意了无够，这个足够去传掉啦。所以最近有一寡亲戚感染，这当了解。过来讲，好佳在安尼做，
无探出来到外口啦，但是一定要注意，一定会探出来到外口的，因迄有当只会较慢，拖较长，还是讲无镜头，啊嘛无去检查到，嘛有假阳性、假阴性的代志。所以万一探出外口要靠安怎？他们讲是靠家己自我保护啦。是啊，但是90%的人，100%的人，所有人挂口罩啊啦。但是洗手不一定遐济啦。啊，大人都做好，可以吼。虽然伊的R0是7.8啦，但是吼，传出的机会，说纯1/10，说0.7、0.8尔。是哦，啊，搁较少，啊，再传2边传播出去啊，传播出去这个停了啦。所以目前也无社区性的感染，大家会当了解，但是爱个保持安尼，但是迄个防疫旅馆的这个训练，一定爱做个切实，啊无伫内底会的确会产生群聚感染，这已经知影，这表示讲训练无够，啊，可能个爱注意无注意到吼。大概目前咱台湾情形是安尼啦，爱足注意，尤其咱外国吼，拢开始要减少迄个防疫的检疫时间啊，啊，咱嘛讲开始要感觉少减一个7+7个啦，啊无甚至要个甚至3+7个，开始哦，大家人拢安尼一直要转来啊，说啊莫关遐久，莫关遐久啦，莫关遐久，啊要安怎吼？这产生这个余力吼，感染力较悬，过来内底无注意，会产生群聚感染。第三，万一走出来社区要安怎？所以请大家人还是爱注意家己，保护家己，保护好安尼啦。是。有影吼，个人的防疫的措施爱做好。目前台湾增加的病例，主要是对防疫旅社来的。防疫旅社主要就是为着无爱让病毒进入社区。不过防疫旅社互相感染，即卖爱算是本土的病例。最近的状况是安怎？咱做伙来看。2022的头一个上课的日子，到学校上课的学生陆陆续续入校门。只是台北市这间国小的附设幼儿园，有风声讲有确诊者行打过，停课2天，难免互人心惊惊。学校强调出入口分开，嘛有启动防疫机制。从局里面通知以后，学校就启动了防疫的机制。那校内也开了那个防疫的会议，那会给家长的一封信，然后也会告知学校目前处置的状况。昨天是完成33位，就是家长没有进学校，其实就还 OK。我觉得应该还好，因为我还蛮相信学校防疫的那个。这个确诊个案嘛，引发防疫旅馆群组感染的记录，累计到目前为止，台北市总共有3件疑似防疫旅馆群组的案例。不过初一暗时，阁有风声讲疑似有另外3间防疫旅馆嘛有群组的案例，分别伫中正区甲北投区。这若是事实，台北市阁有6间防疫旅馆发生同款的代志。不过台北市长郭文泰强调，敢若有3间。那个如果同一家防疫旅馆。有好几个案例，我们就查到空间、时间上有没有可能的相关性。这是个 double check， 不然有时候会见树不见林。那什么6家，拜托，那是只有3家而已，有6家。所以目前为止，就是已经公布的这3例是比较中央到现在是我们认为说比较像疑似群聚感染，其他有可能是在同一家旅馆，但是完全不同时间进入的话，我们不会说它是疑似。最近境外确诊个案拢有2位数，副市长黄珊珊指出，必须要精准调查互相的关联性，才会当做出判断。国民体阁要求防疫旅馆人员一定要完整注2剂疫苗，满5个月，搁再注第3剂，做好防范措施。记者台北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看到台北桃园这个防疫旅社的状况，上主要是2个情形，一个是群组感染。这个群组感染来致使境外变做本土的病例，直到敢会阁变做亲像去年5月3级警戒无？咱来请教理事长。我想是应该台湾已经有相当的经验啊啦吼，应该是袂遐严重才对啦吼。是。啊，佮讲吼，这回这个 Omicron 吼，确实是无遐严重啦吼。啊，一方面，咱台湾人民应该足侪人拢有住过预防针，既然已经有住过预防针，可能来染到病嘛袂遐严重啦吼。当初你看咱去年5月迄阵真严重咧，足侪重症住院死亡的嘛足侪呢。是。所以迄阵的时代，甲即个时代是袂当相比啊啦。啊，但是讲实在，即个 Omicron 哦，伊嘛是咧进化。咱较早咧行讲什么 Alpha 啦，什么 Delta 啦，即嘛是咧行 Omicron。
奥密克戎虽然讲较轻，但是啊，传染真紧的。咱嘛是咧惊讲啊，一寡迄个抵抗力较弱的人，迄老人啊，无要注射的人，这人若得着，若讲有啥物0点几趴的人会有重症，安尼嘛袂少的人安尼。是。所以咱嘛是咧惊，但是咱防疫就是安尼，防疫就是讲，咱无法度讲随时24小时拢咧注意啦。有当时咱有当时嘛有无注意迄阵就是容易传染着。咱有当时咧讲阿能卡捌嘛有芳就是安尼嘛。所以有当时咱无注意阵，咱就会得病。但是咱来防止这个得病，咱就是要注意用车。你若有注意用车，你搁得了，你嘛是轻症，有的人是无症头的。所以咱即摆咧呼吁来讲，咱台湾还阁有差不多20几趴的人。无注意用车，一针都无注意，还阁有咧哦。是。这个人一定要赶紧去注射啦。你若无去注意用车，你得着，你也唔但讲你家己本身有风险呀，你嘛会传染互你边仔的人啊。尤其是你边仔人，若讲有一个身体较弱的人，迄老人啊，有一寡慢性病的人，有一寡倒伫门床袂当叮当的人，遐个人若互你传染着，伊嘛是真严重的代志呢。即摆台湾较早是英国种的迄个 Alpha， 过来印度种的迄个 Delta， 即摆是即个 Omicron 毋知要讲对国种的，反正就是安尼流行到一个，应该是对南非这边过来，非洲这边过来。但是即个 Omicron 虽然是大家咧讲伊较无遐严重，但是我感觉吼，一寡人吼嘛爱小心啦。因为安尼咱佫讲到遮，咱当初较早注射人拢注对种的较济，拢注 AZ 的嘛。注 AZ 遐个人，到即摆拢经过几啊个月啊，经过几啊个月了咧，抵抗力拢袂足弱的，因为 AZ 讲实在伊的效果吼较无遐好啦。毋是想讲较早 BNT 啦，加迄个莫德纳遐好嘛？是。当初做 AZ 人，这人抵抗力咧弱，迄阵万一若佫得了病嘛是麻烦的。这个过年时代，你看偌济人转来呢，就是因为足济人转来，防疫旅馆无够用嘛。防疫旅馆无够用，才有这个什么10+4的专案，7+7的专案，无法度讲逐个人拢可以伫迄个防疫旅馆，还是咧。集中检疫所14天嘛，但是你7+7还是讲10+4这个方案吼，其中有差不多4天，有的是一礼拜是伫厝里咧过哦，伫厝里咧过，咱也看袂到啊，万一伊若无遵守规定，发生甲厝里人传染了，厝里人佫处理外口，大家拢做伙传染，安嘛麻烦的呢。需要靠预防下，这就是安尼，所以咱是应该是讲。咱即摆一定爱大家尽量吼，咱伫台湾的注用下的迄个比率吼，其实毋是讲介悬的。虽然你看讲即摆已经差不多7成啦，有诶讲要到将近要8成，但是你若讲比较这韩国、新加坡、日本，咱比因较低咧。尤其迄老人的人口，咱即摆住的差不多70几%尔咧。李处长，我想要问讲吼，国外无注预防下，通常可能是信用还是啥物情形吼？在你看。咱台湾无注预防下的人是因为安怎原因呢？上重要原因就是台湾防疫受过好啊！无疫情，大家拢想讲无要紧啊，无做啊，无要紧啊，袂用染着病也袂安怎啊？想安全煞激皮皮啊！对啊，你若想讲伫咧美国、伫咧意大利搁其他迄个英国你看你边仔人一个拢着病带伊死去的，你看你会想要做无？是。你拼命嘛要去做。你台湾你看拢注射资料讲有副作用的啦，毋是讲着病死去的啦。拢看着拢讲敢注射有副作用的人，所以敢看着讲注射有副作用，伊也无看着讲着病会死去的啊。所以伊比较起来讲，有做有副作用，无做等都无代志。所以想讲我歹做嘛无要紧啊。伊若讲咱台湾疫情较歹吼，像较旧年5月迄阵、5、6月迄阵嘛真迄落咧，真厉害咧。迄阵足侪人嘛带伊的迄重症死亡的嘛足侪。你若伫迄阵吼，即摆人一定是抢要做。伫5月、6月迄阵，足侪人嘛是抢要做，要抢到无位啊，抢到有当都无啥人做。但是即摆佫无共款，即摆防疫拢无代。你看，咱国内传染着病人无差不多无啊，差不多拢无啊，也无死亡的，也无着病，伊咱想讲是要做，伊是讲我若无做就无代志，有做等到遐倒一两工，佫副作用。所以干脆就莫做上好啊。是。所以我感觉这是安尼啦，咱台湾有一个特别的情形伫的啦。但是我是安尼讲啦，鼓励因爱做啦。
应该要有一个鼓励，啊一个罚款的一个制度出来。鼓励就是讲，我若甲你做，我会当互你，较早咱讲100块的什么，迄个 7-11的迄个奖券的互你啊。亲像台北车头。对啊，啊你若无做，讲实在，应该吼禁止伊爱出入公共场所，袂使坐火车，袂使坐巴士，袂使去坐高铁。啊伊伊来安尼想，伊无方便，伊就想要做啊。是。啊，咱都无这个措施。啊，干那要叫伊做，伊都无爱做啊！啊，若国内也无疫情，所以咱有当时爱政策爱改变一下。是哦，你无做是对大家是一个危险的，毋是讲你无做是个人的代志，这是全国的代志，毋是你个人的代志啊。是。所以我想大家爱加油一下啦！啊，政府嘛爱去加油一下，啊，大家甲防疫预防下甲做好满、做好饱，安尼才有法度啦。好，多谢李署长。咱看到吼，唔通掠做台湾伤安全，煞看无真正的这个轻重啦，有影吼。咱即马看到对 Omicron 这只病毒流行开始，咱台湾境外移入的病例渐渐在增加，这敢若是一个歹消息。这个境外移入的病例的趋势是安怎嘞？咱即马来看。国际疫情严重，2021最后一天，台湾境外移入确诊数达到41例，从新冠疫情2年以来上悬。卫福部医福会执行长王必胜伫面册发出严重警讯，认为这唔但代表各国疫情爱看不到观点，继续大量境外移入，也会对边境防疫造成真大威胁，进一步互医疗端压力增加，更加升悬社区风险。41例只是台湾目前的一个情况，未来随着入境旅客大量增加，我们相信这个数字可能会破100。我们对 Omicron 的看法是说，它的阴转阳的几率会相对增加。春节返乡高峰将要到，指挥中心有关防疫规定，初时起入境者爱提供2天内 PCR 阴性证明，而且以采验日计算，严格规定，要降低病毒窜入社区的机会。另外，北市防疫旅馆发生确诊疑似群组感染，专家认为更加爱注意病毒存在每一个所在。在百货公司啊，在卖场。那也同样是有群聚的活动，而且那些呢，有一些是在户内的，所以那些场所发生病毒传染的风险，其实并不会比跨年活动来得低。我们看ทั่全球，台湾境外移入确诊个案继续呈现2位数。指挥中心严加防范民众防疫措施，犹原被当无细致。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大家看，根据统计，这条境外移入的这个病例的这个数额吼，为12月开始渐渐在升悬，到去年12月31是来到41例，这是2冬来上悬的数字。咱即马来请教何老师，这款的状况，咱就要应该安怎来面对？咱做应该是有够啊。我甲大家看法较无共款，我较淡定一点嘛。因为即款的数字甲全界吼，甲全世界即个病毒的即个确诊的即个数字来比，咱这是根本就小 case 啊，这算讲无疫情啦。咱若是安尼想，因为即马咱拢注意防下，对无？上好的就是安尼尔。啊，即马过来就是讲，因为咱即马。咱的国门一直拢锁起来，什么意思就锁起来？每一个人入来拢爱关14天，啊，搁一个自主管理，搁7天，拢总21天。不管你若当时传染着，你若传染着过10天了后，应该你的传染别人的机会就加真少。当然，咱袂使算即个踮咧旅馆内底这传染着的即个入境的人，但是咱讲外口入来，咱拢。假设伊拢是踮咧外口传染着，入来了后关14天了，传染的机会就足少啊。但是咱爱知影，这叫做无正常的生活。咱讲每一个人入来关14天，这只是无正常的生活。有一天咱爱正常化，可能爱开放，一定爱开放，毋是可能。有一天一定爱开放，是倒一天我是毋知，我是感觉你若问我是感觉咱冬天这个冬天过去是。欧美国家因的疫情就较下降了后，啊，咱台湾3月了后，天气就开始好起来。差不多过完年，咱就会使来考虑讲要安怎来开放，吼。安尼就是讲，因为
你就已经注了预防射，你即马还阁要安怎？是，对，你无可能吼，全世界干那你台湾一直共关14天。哦，你知影？所以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就是讲，啊个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讲，外国人吼，伊即马 Omicron， 伊即马1波、2波、3波吼，遮侪波的传染了，咱爱知影哦，自然感染，伊有的迄个免疫力。是比注射搁较好，所以伊即马也有注射，也有自然感染嘛。人应该是真，就是讲真免疫力真好啊。即个外国人若要来恁台湾，搁互你关14天，安尼无人会来。哦，老师，你的意思是讲，若是注预防射，我搁去得着病，对，即马结果可能我的这个免疫的能力搁较悬，毋是可能，咱即马知影就是讲。自然感染了，来做一档预防射，即款人比无感染过做2档预防射的人，伊的免疫力搁较好，不管是抗体还是 T 细胞的免疫拢搁较好。是，所以咱就搁你若搁甲做第2档，并无较好，就是讲即款的自然感染，互你敢若做一档真好的疫苗安尼。所以咱安尼来想的时阵，咱爱想讲有一天咱国门一定会开。所以咱来开始来想讲，咱要安怎来正常化。所以上重要，当然就是讲无注预防射遐个人，咱还阁差不多20%的人，吼无注预防射。但是你若看85岁以上，差不多30%、30%的人无注预防射。所以这个人其实是较严重、较危险。当然，咱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啦，咱嘛无办法。即马这个疫苗拢是还阁 EUA 状态，就是讲还阁是紧急授权的状态，所以咱的政府嘛袂讲，无法度强迫对，袂法度强迫。啊，咱无要强迫的这个情况底下，咱就爱想讲，咱就爱知影讲，这个偌大人是咧倒位，吼。啊，那即马即马那病毒入来的时阵吼。可能上严重的人是啥物款的人？伊若传染着的时阵，咱就甲咱的药啊拢准备好，咱就应该先知影讲，啥物人是高风险的。伊若传染着，因为上好的即个病毒的药啊吼，就是愈早互伊愈好。你若等甲发病了，搁几落工，安尼就免互伊啊。所以这就是真济，这是真济咩角吼，咱的。指挥中心爱来考虑啦吼，所以头一个就是讲，大家拢爱去注意防射，吼，无做的人大家拢来做，这是上重要，因为一定爱甲你大家讲，咱国门一定会开，有一天一定会开。是，对，这吼70%对无？但是你若看85岁以上的，有一个有广告。吼，搁较低。这是全国的，全国85岁以上的较低，对较低，两注2档的搁较低，所以迄是爱咱来注意。啊，注1档的85岁以上的，嘛是搁较低，比这搁较低，所以这是咱来注意的咧，因为一直咧讲拄啊讲，咱 Omicron 咱毋免惊，是你若健康，你若有注意防射。啊，若高风险的人。当然爱惊啊，对无？不管啥物，因若无注意防射，伊高风险的人，伊嘛是会重症，吼，啊死亡嘛是真难免的代志，所以这是咱大家拢爱来注意的吼。咱即摆来问讲吼，注2档预防射吼，来对抗这个Omicron 的这个效果是安怎吼？咱头一个来看莫德纳，即摆注2档了后吼，你10礼拜到14礼拜，就是3个月的时阵，伊剩的效果才3成尔，就是讲无注意防射的人，10个人会传染着，有2个人7个人会传染着，伊才3。啊，你莫爱个 BNT 共款，嘛是10个月了，嘛是才30%尔。伊只嘛是才30%尔。啊，大家讲。AZ 大家讲哦，迄上歹的疫苗，迄拢人送的，日本人无要爱才送来互咱。真侪人拢安尼咧讲，毋是安尼，咱看一个，敢有较歹？无较歹啊，共款啊，嘛是30%。吼，传染
甲 BNT 甲 Moderna 是共款的。但是即马落来看讲注两档吼，你即马是安怎爱注第三档啊免？咱即马就看，遮吼5个月了，基本上是0啦。不管你注什么货，拢是0啦。你注即个嘛是共款，注 BNT 嘛是共款，差不多5%、10%。啊，你注莫德纳嘛是共款，嘛是共款0啊。0的意思就是保护力强要无去安尼。意思就是讲有注甲无注拢共款。哦。传染，咱即马咱咧讲的是传染哦，伊确诊的，咱即马讲的毋是讲带你病院啊是安怎，毋是重症。就传染这爱甲重症甲传染分开，这就是我拄仔一直咧讲吼，就讲国门要开，因为咱无办法用疫苗吼来预防传染。传染这个代志，咱无办法等甲拢0，无办法，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咱一定爱心内有准备，讲咱爱甲伊面对面，咱就家己。较身体较健康的，甲预防下注好势，安尼啦，传染着的时阵，莫重症，安尼咱就真感恩啦。不过，有专家咧呼吁讲，即马爱赶紧注第三档，尤其是头3类的人吼，啊，注第三档预防下的这个意义啊，效果是啥？咱请问老师。咱来看一下，这就真简单啦吼，两档 BNT 注2档 BNT 了，伊效果，即个 Omicron 伫遮，啊 Delta 伫遮。啊，即马若注 BNT 第三档注落去，伊就升起来。是。好，升到啊，即马注 Moderna 搁较悬。哦。所以你共款啦，你若注这Moderna注你这AZ 嘛是共款，嘛是你爱去注第三档一定爱注。这上重要就是讲吼，咱爱想看讲医护人员吼，伊咧看病对无？啊，即马若Omicron若无小心入来的时阵吼，伊真可能有共个即个病院啊，是共个医疗诊所的人拢会确诊。啊，你若确诊的时阵，咱会安怎做？咱指挥中心绝对是甲因隔离起来。是。啊，隔离起来即马就安怎？你就医护人员的人手就无够啊。是。所以这是真重要，一定爱甲因的即款的保护力。用甲提较悬的，虽然嘛是无讲真好，嘛是干呐6成尔，吼。但是6成比0差真济啊。差真济。对，所以一定爱紧注第三档，一定爱紧去注，尤其是医护人员吼，我是感觉唔免等到5个月啦。哦。伊即摆甲规定到5个月，即个人啦，伊即摆4个月25天，伊有闲要去住的时阵，讲袂使，爱搁等5天，莫互因遐，即互因一个幅度，因为你看就知啊，你若过到第3个月，你就3成尔。是。啊，第4个月搁较低啊。是。所以其实3个月了吼，伊若要来住，有时间要来住，伊感觉有即个需要，就来住。哦。安尼。我是感觉对咱医护人员吼，唔是讲会保护，但是会对咱迄医疗体系的这个能量吼，是来危机吼，会较有保险啦。是，好，观众朋友，咱来看这张图，这张图是显示第三档疫苗伊的这个效力。咱来看到英国、法国、意大利甲美国这个图表内底，咱看到。第三档注的这个比率愈来愈低，为英国到美国是愈来愈低。啊，因即马咧染疫的人数，那第三档注比率较悬的人数就较低。啊，到美国来是愈来愈悬。咱即马指挥中心有规定讲，你第2档注了，爱5个月才注第三档。这个指挥中心因的这个思维是考虑到什么情形？咱请教署长。这是安尼吼，这个Omicron你看起来吼，会感觉愈来愈像流感啦。是，即摆感染力真厉害，但死亡率实在是真少啦吼。啊，过来预防针有效无？无啥有效啊。啊，何老师他讲有啦，你也是注第三针个靠效啦，哦，要靠啊。但是这几个国家拢是注第三针，注20几%、30-40%以上的哦。但一日嘛是要10几万，甚至40万的感染哦。所以表示讲，这注敢若靠注预防针吼，是
足有效的，也是真困难。但是爱做，我是爱做，是爱做第三剂，我是爱做第三剂，吼，这爱做第三剂，他都遐资料已经讲是测有效，所以第三剂是有效，但对规个公共卫生来讲起来，吼，这个流行嘛是第四波，即嘛叫第四波啊，嘛是足厉害啊，所以未来会愈来愈成流感，像咱去年有做流感无有，今年个做无爱做，做小工无做无工的，吼，而且做无工，因为伊变了伤厉害啊。但是若无做，用去年做的小可保护，有小可保护，这个交叉保护力，但是无到遐有保护，就像安尼，无到遐有保护，但有保护有保护，所以哦，未来可能会开始做无共疫苗啊啦。即马是安尼，即马疫苗佫还未做出来，所以因佫讲尽量做啦，尽量做，就比如 AZ 两个，佫来做一个 BNT， 或佫做一个莫丹啦，做小可无共的，难咧做，然后佫个提升。这提升就是可以诶保护力提升，但是吼，我们可能上厉害，唔是讲这个保护力，是伊变了伤厉害，所以无啥有效就对啦。未来万一若去变哦，会去变哦，咱可能爱像葫芦安尼，流感安尼，它做无共个就对啦。那安尼，这个交叉保护力会加强更较大的保护力，安尼就会更较好啦吼。所以这个部分哦，目前是无做的人一定要开始去做。做一个，开始做第二个。是安怎一定爱等5个月咧？我是无感觉讲这一定要等5个月。那阵这个指挥中心吼，以前吼，像我以前做2个 AZ， 本来讲2个月要去做，讲实在无先互医护人员做，所以我拖到第3个月开始做第2下啦。是。即摆讲，若准讲疫苗无够，当然有足侪政策考虑。讲嘛是安尼嘛是有效，咱讲5个月是安怎无？他对迄个资料足清楚，因你到5个月个顶无效啊你，迄是因为5个月无效，你无迄阵无做，个顶无效期嘛。但是迄阵若是3个月个做，嘛搁较紧有效啊。所以毋是讲一定爱到5个月以后较做，但你若疫苗无够，当然是到5个月做也会使啦。但是超过5个月，这中间若感染吼，的机会是真济，佮无等于无保护啊。所以咱毋是讲一定爱5个月，咱即马感染若家己自然感染的，迄上有效。第二个做疫苗，但疫苗会慢慢无效期，5个月了可能无这有效，所以5个月内底应该爱做啦。5个月以后较做，这个中间有一段时间煞无效啦。佮做了有效，有够有效，因为会佮来激发起来嘛所以吼，咱的群体免疫，譬如讲，大个人内底有偌济人向感染3种，这种是自然感染。咱台湾人敢若万几个人，真少对无？咱17000个人感染了，400-800几个去，所以剩16000几个是自然感染的，迄当然唔惊啦。过来剩个个做预防针，预防针咱嘛做到8成7成呢。这坦白讲比流感更较好啊呢。但是嘛是大家足紧张，所以第3种主要靠家己吼。又啊，佮认真洗手，认真因挂口罩，唔通摸来摸去，那安尼吼，唔是干那，我们可能唔是干那雷达含流感、含其他的腺病毒、含其他的呼吸道传染、接触的传染拢减少。像去年大家得流感的人足少的，大家拢是爱减少，因为你个。唔是讲伊无伫遐传，是你无爱互伊传，安尼你保护家己，这点足重要。所以咱有分2种，一种叫 MPI， 就是即个咱自我保护的作为；另外一种就是靠药啊，靠预防针。但是吼，家己保护久来，我会疲劳啦。我最近去运动吼，徛做练车衫，足侪拢已经无挂啦，因为较无咧共人接触，台湾人足巧的，无共人接触伊个碰下骹还是怎拔起来啦。所以这愈来愈侪人安尼啊啦。所以这我爱注意啦，这我爱注意。这我你若无咧接触，坦白讲，口罩目的就是要保持社交距离不可行迄阵来保护的啦。保护家己上重要，我是手啦。所以这2项，一个是靠家己的保护，一个是靠打疫苗，当然以后有药啊上好。这是2项爱合起来，安尼这群体免疫的力量大，佮袂拖去社区大流行啦。若个别感染是坦白讲无啥要紧啦。卖大流行个，卖大流行个好啦，卖像咱5月安尼个一边，个咧封城迄落，卖安尼个好啊。最终个叫做交病毒吼相处啦。这个时间吼，我嘛赞成何老师讲，不可避免，我一定
一定爱开始的好时刻，实际上应该爱较开放啊啦，啊较开放，啊较我大通这经济吼，交这个免疫吼，交这个防疫的平衡，会balance会当较好一点点，是吧？所以唔通像讲疫苗足重要，所以我无开去做，袂知我资料我有个百毒不侵，唔通安尼想。美国有做，英国有做，结果我们可能来嘛是流行个真厉害啦。所以这三管拢要齐下啦。预防下爱做，个人的卫生嘛爱做。咱请教李署长，那即摆赶紧要做第三档，以你的了解，国内的这能量敢有够？有啦，咱即摆疫苗一大堆的，足侪疫苗拢单对本所人的，因为咱一罐，咱即摆拢大罐的呢。一罐拢爱做10几个，啊，有的是10个，有的是BNT 上少的是6个。是啊，足侪有人说开一罐，一个煮2个煮，哇，啊，剩的要走去倒啊，找无人啊，找无人到尾过时间了，你就等到本所人去啊。安尼就发生的。但是所以我讲，咱即摆若讲咱即摆是咱的即个迄个武汉肺炎的疫苗，若是讲是一支一支的吼，迄就无代志啦。是。咱下段冰箱来一个，我煮一个来一个，煮一个，出来下段冰箱无要紧啊。是。啊，这一罐拢要煮10几个，啊煮10几个，啊煮1、2个开一罐，啊就无呀。啊，遐个人讲实在，这疫苗，你何苦唔要卖有遐一寡差3个月、差4个月，可以做啊，伊若要做就好来做，那要紧啦。是。伊对医学来讲吼，唔是讲隔5个月做才有效果，什么隔3个月、隔4个月就无效果，唔是安尼啦。差一点点嘛，有做无做较重要，唔是讲隔偌久做就一定有效，隔3个月做4个月就无效，唔是安尼啦。所以一般的人吼，一般的民众的观念来是讲哦，爱隔偌久较做，啊隔偌久较做较有效，唔是安尼哦。所以咱来医学吼，唔是像咱做咧算术安尼共款。咱咧想讲吼，有做无做较重要啦。你今仔日若讲隔3个月互你做咧吼，比如讲我有10倍增加。啊！你隔5个月做，讲有13倍、15倍增加，啊！对我来讲，我感觉无啥重要。有做无做，我10倍增加，含你15倍增加，差无偌济啊？是，差点点啊尔。是，咱迄吼，讲实在，你做的迄个抗体吼，经过什么3礼拜、4礼拜，你就降一半落来啊。所以你根本就无啥物差嘛，有做无做较重要啦。是，观众朋友，咱都唔通家己偷想啦。咱即马来请教何老师，就是这个第三档的疫苗。做落啊，什么时间做？这个科学的这个数字是安怎？即摆是安尼啦，我差不多几礼拜前，我有互大家看一个讲吼，你做2档啊，第三档做的时阵会偌悬。你即摆若看是 AZ 的时阵，伊有一点较低一点嘛，所以你搁来做Moderna或是改做这个 BNT 的时阵，你的倍数真悬。是。好啊，你若做 BNT 啊，做Moderna倍数就较低，但是你若看。绝对的值实在是共款啦。所以意思就是讲吼，你若较低的时阵，伊的刺激会较悬。吼，啊你其实就是意思就是讲，咱的疫苗刺激的免疫力是有一个天花板啦，有一个ceiling。你到遐的时阵，搁较悬嘛无可能。所以你若较低的时阵，你等5个月，你的抗体较低啊。所以你数字看起来讲，哦，我倍数较悬，啊，其实绝对值是共款啦。是，咱安尼来想，咱即马搁回归到来看即个莫德纳吼，即个即个 Omicron 即个病毒，我是感觉真重要。咱搁来甲想一下吼，这是我甲伊总结，即个因为我所以收的资料就是去年12月31吼，英国出来这个疫苗的效果，这是上新的啦吼。所以咱即马就知影讲。Omicron 这个病毒吼，伊的致病性较低。咱英国就知影讲，伊可能较低，但是惊讲拢无传染到较老的人，所以就无重症的人。伊即卖是正经有影致病性较低，是安怎？咱来甲看，这边这个是咱的气管，这是咱的肺部的这个细胞，是，这个是 Delta 啊，这个是 Omicron。伊的繁殖的迄个复制的能力，踮咧肺内底就较少。但是伊即马踮咧即个气管，就是咱上呼吸道的即个位，伊复制的能力甲 Delta 比，甲
上早的武汉的猪来比，伊足熬的，所以你就知影讲吼 ，Omicron 伊是主要是咧咱的上呼吸道，其实伊就甲毋是甲流感，其实甲感冒病毒较差不多，拢咧顶头。但是你若当然你若是无注意风下，伊嘛是会落来，嘛是会落去甲肺内底。所以咱即马来讲，所以伊一定是吼致病性较低。英国的资料甲你讲吼，你逐个人甲 Delta 比的时阵吼，需要住院的人是差不多Delta 的1/3尔。所以这就是来比较了。这就是讲轻症化，对无？对，轻症化，所以一定知影我头一个轻症化，第二个伊的传染性较低，这咱就讲真侪遍啦。伊传染得真紧，所以咱上惊就是讲，虽然是重症的人较少，但是比例较少，但是你若传染足紧的时阵，嘛是会共款真侪人，所以咱嘛是爱搁注意。然后第三个就是讲，咱拄啊一直讲无效，爱搁注第三人，迄拢是传染，就是讲确诊的保护性。但是咱若要来讲重症的保护性的时阵，好就加足悬的。咱来看吼，是70%甲88%。70%是丹麦的资料，啊88%这嘛是去年吼。12、31才出来的资料，咱来看讲，这边就是疫苗注几档，一档、两档、三档，三档。你若2档，你就看，伊这就是对抗这个 Omicron 的效果，对72%降到52%。是。你搁等到差不多6个月的时阵，嘛是会降吼。你若搁较注起来，第三档的时阵，伊就88%。所以咱啊一定要知影讲吼，注这个预防下，不单是会当减迄个风险吼，会传染的风险会较低，重症的风险嘛会较低。所以这吼一定真重要，大家一定要来做。即马一定要甲这个咱厝内底无注预防下的时大人，伊若无做的时阵，你即马过年，你即马转去看，去甲伊食饭的时阵，你就爱甲伊保护。你最好就是即马就甲伊款去讲出来做。你遐无做的人，第一档无做的，紧来出来做，这是上重要的代志。可以一定爱甲伊讲吼，你看迄有帮忙重症有帮忙传染。好，咱即马这个月底就要过旧年啊！即马国外的疫情遮严重。欧洲即马确诊破1亿的国外的情形，咱即马先来看。半暝钟声一响了，赶紧食12粒葡萄，这是西班牙一项跨年的传统。民众伫咧路的庆祝，因为欧洲疫情继续升悬，病毒赶紧走是大家新年的愿望。根据法新社最一的统计。疫情发生以来，欧洲地区累计确诊数比例已经超过1亿例，占全世界感染比例超过1/3。每10万居民感染人数，全世界上悬的国家拢伫咧欧洲。法国更加是重灾区，连续4天新增加比例拢超过20万。初一更加真多，全世界第6个累计确诊数超过1000万的国家。Puis l'arrêt bien évidemment de cette épidémie, qu'on puisse se retrouver. Une vie peu démasquée. 法国1号新年的愿望是希望疫情赶紧结束。在假期过了，欧洲真侪所在确诊数一直拢创新高。在英格兰初一通报的新增加超过16万例新确诊，创新高。意大利是新增加14万多例，感染死亡的人数也继续超过100。Settimane che abbiamo una richiesta aumentata esponenzialmente, in maniera esponenziale per il fatto per richieste di tamponi e anche vaccini, devo dire. 受到欧洲疫情的影响，咱国驻外代表处确诊人数也增加。驻英国代表处伫咧过去3天就6个人确诊，症状虽然真轻微，不过领务柜台暂停对外开放。因那驻欧盟比利时代表处加驻奥地利代表处也分别拢新增加1个人确诊，目前拢伫咧居家隔离。记者综合报道。
好，咱知影 Omicron 病毒是世界咧传，不过甲2020年以及2021顶半年无共款的所在，是咱较罕咧听到倒一国的医疗体系放弃。这敢是咱拄则讲过的，就是病毒的流感化，也是讲咱你即马就爱甲病毒共同来存在。何老师，你安怎看？是啊，即马咱大家一直咧注意方向。其实吼，回归去看讲开始吼，即个武汉的出来的时阵，嘛是80几趴的人，吼，80几趴人是无症头，还是轻症，吼，差不多10几趴有肺炎，然后佫真少的人，差不多1趴的人会死亡，吼。你来看的时阵，你就知影讲大部分的人其实是拢无要紧啦，传染着拢无要紧。但是咱即摆大家拢爱来注意方式是安怎？因为咱唔知影讲即个80趴的人是啥物人，咱来注意方式嘛是来保护遐较少的人。是。啊，是安怎要来做？就是做了，咱会当开始，就是往正常化的生活来。哦。所以欧洲人、美国人一开始因尽量咧正常化，咱就较小心一点的，因为咱并无自然感染的即个免疫力来帮忙咱。哦，所以咱就一定拢无，所以咱就甲即个冬天过去。但是过去了后，咱就一定爱共款，紧来考虑讲，咱要安怎来开国门，要安怎来正常化，要安怎来正经，互咱的经济来好好来发展，互外国人会当来，所以是一定爱咱往即个方向去。所以讲来讲去，嘛是讲你若无注意方向，紧去做，因为有一天国门一定会开，袂当佮甲你保护啊。咱市长部长袂当佮甲国门关起来，来保护这无注意方向的人，这是最重要的。啊，咱听起来若是要度过这个冬天，这个第3档的疫苗。是毋是都爱赶紧做？咱敢有要互指挥中心搁较明确的建议讲，莫等5个月。我嘛是感觉，因为咱这个春节是咱的关口啊，这个关口若渡会过，咱唔只我都正常啊。这春节偌一人对国外入来，啊，佮讲春节迄阵是大家拢咧自集的时阵啊，大家拢做伙食饭，你看团圆，大家迄个家族拢做伙来咧食饭。啊，一大群人拢做伙去佚佗，去什么所在佚佗，拢嘛一大堆人做伙。所以这个所在，这个时阵若渡会过，咱只我都渡过明年的春天才会到啊。你若渡袂过今年的冬，你明年的春天就无盖好啊啦。所以我感觉应该这个唔爱讲迄5个月啦，互人自一个哪有要紧啦？啊，个疫苗遐济咧，啊，大罐的一大堆拢等到本身来遐济，你搁咧省什么代志啦？是，都唔是应该赶紧做的，赶紧做，何必的安尼咧严个？因即摆要开会啦，但是要开会唔知啊，管着咱唔知啊。是爱等3个月再来做啦。等3个月，对啦。拄则讲着轻症化，啊，轻症化了后，若个做成大流行，敢会足严重？李署长，你安怎看？你是安尼讲啦，咱要讲轻症化，比如讲0.1% 的人，若讲着病是重症，安尼嘛是足侪人咧。啊，你若讲一般较早是1% 的人着开始重症，啊，但是即摆是0.1% 的，虽然敢若较轻，但是若讲足侪人着咧，嘛是有问题啊。是。啊，佮讲春节迄阵吼，医护人员嘛咧休假啊，大家嘛咧休困啊。啊，你若有着病，你看你要对，要叫人倒来春节迄阵，叫人倒来，佮病院佮咧做医生做护士，佮咧看病啊，嘛无啥可能咧。是。所以这个春节一定爱渡会过才会使啦，无你春天袂够啦。是。所以一定是啊，较迄落咧，我感觉爱较有一个春秋啦，莫安尼讲一定爱严格讲5个月，毋是无5个月就袂使。我讲我足侪病人差一工，我嘛唔敢好做咧。差一工哦，伊到时指挥中心讲你还甲我背一针来。咱咧台湾咧 CDC 就是安尼咧做代志，你敢知影？差一工伊就要叫你改罚钱呢。哦，安尼。就是安尼遐严啊。请教署长，你对民众即摆有啥物建议，就是来度过这个寒天咧？对民众，头我讲足济啊，就是讲爱做好家己自我保护啦，即爱继续去做，莫放松。口罩什么，尤其愈来愈人接受愈来愈济嘛，要过年啊嘛，愈来愈侪人转来。但对政府，我赞成这个林美斯他讲这对政府来讲地方政府爱认真去甲这个老人去引导甲做。阮伫嘉义迄阵互伊坐计程车来阮出钱，啊，甚至我叫医师护士去到厝里甲做，因为有个人倒恁无法度，但因的孙仔会传互伊，伊去巧伊啊，所以这个部分地方政府较认真的去甲这
第一社含第一社拢字拢无，较紧甲补起来。过来第三社吼，即个较需要人较紧做，较紧开放，互大家做。做了所以1、2礼拜就开始有效啊，拄好过年来，拄好。所以较紧做。即马讲到会使住第三档的咧，是39万人，这是住预防社2档了后，39万人是已经经过5个月啊。即摆无经过5个月，无算伫39万人。伊这39万人是迄个吼，医护人员啦，防疫人员呀。但即摆有足侪人已经住2社，像我嘛已经准备要住第三档会使啊，5个月啊，对不对？应到。这个人可以卖讲5个月嘛，无要紧，那有够啦。卖浪费遐社，但是讲会当住的你过来住，爱赶紧啊，爱赶紧住。